還是愛在你數拍子。企直，右手叉腰，點腳，點左腳，手擺喺左腳上面嚇，踩落去，左腳轉身，梳頭，向12點，5、6，1、2、3、4，轉5、6、7、8。藍色嘅時候，我哋開動作下第一段，1、2，慢收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開左腳，搖擺2，放落嚟3、4，踩左腳，踩右腳，輕跳雙腳，雙腳輕跳翻中間，捲手最少3次，7、8，左腳少少弓步捲腳，手踭右手，呢個唔好放落嚟嚇，右腳少少弓步，然之後踩翻落去嘅時候，拳頭喺上面，再放落嚟嘅時候 ，hip 位左中間，左中間，交叉落，交叉落，跟住左踏點，右踏點，開翻左腳搖擺，左右左右，手板向上嘅，手板向上啊，左右左右，拳頭向前下，拳頭，左踏點，右踏點，退左踏點，入手指，退右踏點，手指，將你隻腳擺喺後面，即刻點起個右腳，手，左手冇嘢做啦嚇，手 hip 位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，腳繼續下，繼續轉，依家雲手，梳頭雲手，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，接位踩落去，退左腳 ，3、2、1，Let's go， 打落去行，好數到呢度先嚇，數到呢個第一段先，再嚟個1、2、3、4，轉5、6、7、8，呢度擺定 pose 啊，開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 and 6 and 7 and 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前，5、2、3、4，退5、6、7、8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1，Let's go。好啦，咁啊另一段下，我哋間奏。我 Let's go 之後咧，行左腳，行4步，1、2，我哋要原地3、4啦嚇，3、4，然之後開左腳，5、6，挺胸，7、8，你可以有少少點腳，亦都可以唔點腳，你可以就咁，或者少少點腳隨你行。好，左踏點，右踏點，開左腳搖擺，左右左右，退左腳1步、2步、3步，開左腳挺胸，2下，右邊2下，左踏點，手交叉打開，交叉打開，交叉打開，左腳開，搖擺左右左右，咁呢個間就完成咗啦嚇。好，再數一次間就嚇，接位，3、2、1，Let's go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退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嗱間奏完咗啦，我即刻去呢個第3組嘅動作，踩實你嘅右腳啊，邊個唔舒服？阿平啊，阿平要着件衫啊，你着件衫凍啊，我哋而家教跳舞涼啲下。嗱，踩住你個重心係右腳，我哋上左腳，上左腳時咧係左腳行斜步，拎腳，跟住右腳退後翻嚟，咁隻手咧就係揞嘴下，交替，左手揞嘴，右手，跟住反掌喺後面，再反翻喺度，大
要練一練呢個動作。我哋本來開咗呢度嘅，我哋踩實呢個右腳。1、2，過嚟3，拳頭4，手指左踏點，右踏點，開左腳，左手揞心口。呢個喺度準備推返去12點，而家我哋去咗1點鐘方向啦。推2下，坐左，而家收開，坐右。然之後就係呢度啊，將你個雙手喺頭頂呢個角度轉一個圈，keep 位轉埋5、6、7、8，轉一個圈。然之後我哋行，呢個係喺頭度放落嚟係手板嚟嘅，落去之後變拳頭啊。行左踏點，再上翻去遮眼，行咗2步，去翻右邊行2步，放翻落嚟喺下面行咗1步。再行多1步，右踏點擺心口中間，然之後我哋係將呢個左手放低啦，冇嘢啦。呢度由呢度，左腳點一下拖翻嚟，右腳點一下拖翻嚟，做一個後前步，後前呢個嚇，後前嘅同時咧，我哋後前將呢個手推出去，推去後面，然之後翻返嚟前面嘅時候按掌。你隻腳唔好點翻嚟，即刻橫開左腳轉一個圈。咁呢個4個8拍完咗嚇，我哋接位就係呢個，重複呢個。我數一次拍子啊。第3組動作，準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後前腳左後右前，5、6轉7、8，接位係呢個一樣嘅，而家數下一講下。嗱，佢個 B 組有2個動作係唔同嘅，所以我哋要重新再數一次啊。呢個又係揞嘴交替一樣嘅，呢度第1組落翻嚟。呢度唔同啦，笑臉佢跟歌詞嚇，笑臉就係咁樣做一個笑臉啊，跟住歌詞。左踏點放落嚟，右踏點，做翻前面嘅動作一樣噶啦，擺心口，呢個開咗左腳，呢個準備推1下2下，坐左坐右，好啦，都係擺頭，轉一個圈，連埋葉位轉，行啦，交叉拳頭。遮眼，右邊打開落到呢度，行1步，翻到嚟擺心口，行2步，呢度轉下，開左腳撳拳頭，右腳撳拳頭，做一個弓步，而家交叉你個手下，揸住拳頭交叉，準備揼2下，1下2下，跟住我哋踩住個右腳，接位係上前1、2、3、4。數一數 B 組啊 ，B 組1、2、3、4，笑臉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最後個段下，踩翻落去左腳，我哋做重心要行，sorry，踩翻右腳，我哋要行左腳，手指行2步，原地2步啦，本來行4步嘅。1、2、3、4，即刻將你個右腳、左腳，你冇發覺我拍片嘅時成日左右不分㗎？好啦，將你嘅左腳弓步上，對住差唔多12點鐘下，輕輕撳住佢。另一隻手咧就擺你協位，個頭撞3下，1下、2下、3下，第4下唔使撞啦，第4下準備翻嚟，拋出去，左收，左踏點收，右踏點拋出去，收翻嚟，即刻開翻你嘅左腳，拳頭向後嘅，高呢個喺下面嚇，一個喺下面，一個喺上面，好啦。喺右手，你記住右手喺上面先，然之後落去，右手係變咗下面啦。再上翻嚟轉1點鐘方向，而家係3點鐘，
係做唔切嘅話咧，你就唔好落，淨係做手。如果你做一次咧，就係上面、下面、上面、下面啊，你明嚇？好啦，左踏點，雙手交換位置，成日做噶啦。左踏點，右踏點，踩實你嘅左腳，將你嘅右腳即刻點上嚟，做翻呢個動作，但係數拍子嘅個次序唔同咗嚇。今次係個左腳唔使退後，因為佢已經拍咗翻嚟啦，所以左腳唔使退後，係個右腳上前點腳，指5、6、7、8，繼續運手再轉，1、2、3、4，踩左點，彈指雙手喺側邊，右點，彈指雙手喺側邊。好，完咗4個8拍，數一數先嚇，數呢個4個8拍先。我哋係向前指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嗱，呢度再講一講下，高低高低，3、2、3、4，右腳上前，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踩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後面嗰4個8拍，即係5、2、3、4嚇，做運手，即係大風大雪做過嘅5、2，呢位轉一個圈，再繼續轉3、4，好啦，跟住將你個左腳褪一褪，右腳開，手指上前指，運手轉一個圈，環掃一個圈，指慢慢上嚟，開右手右腳，坐落去打，上翻嚟嘅時候，將你嗰個左腳拉一拉過嚟，褪一褪，向右邊褪一褪，再做一次，打，轉方向，雙手弓步啊，打一打，揸住拳頭開，好，呢個再做多次，呢個係為手5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少少射，收7、8，右手右腳打 and 打，好。最尾5、2、3、4，一陣再數過下。左踏點，隻手前後開，前後開。左踏點，右踏點，左右，成日做㗎啦呢個動作，我哋爵士舞就係做啦。左協，右協，呢個手唔使理佢，呢個手一打落嚟嘅時候，都係左右。呢度我改少少啊，唔向上望。唔向上望，就咁啫嚇。跟住左右搖擺，轉手4拍，1、2、3、4。呢度改咗，踩右腳個手兜去後面，兜，將你個左腳點去前面，摁多2下，5、6、7、8。跟住一樣嘅，一模一樣，將以上4、8個8拍重新再做一次，就係幾時做咧？就係而家。指住，而家我哋踩住你個右腳咪，去左腳，去4步，1、2、3、4，嗱我數晒啦嚇，5、6、7停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5、2、3、4、5、6收7、8、6、2 and 3、4、5、6、7、8、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知唔知係做乜嘢？係啦，向前走。嗱，你留意咧就係一定要注意呢個位下。我哋呢度數7、8嘅時候咧。佢已經唱歌嗰度咧，唱 3、2、1 Let's go， 咁所以你唔好以為你做錯動作嚇，因為3、2、1 Let's go 呢樣嘢咧，即係 Let's go 呢個咧，只做一次，冇第二次噶啦。第二次你聽到呢個歌詞嘅時候咧，你係做緊呢個動作，唔好理佢，繼續做。跟住行啦，向前行4步開間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呢度淨係需要挺胸收腹，你唔好挫得個手咁犀利，唔好係咁死挫㗎，少少嚇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退3
2 and 3 4，轉翻去5 6 7 8 7 2 3 4 5 6 7 8 8 2 3 4 5 6 7 8，跟住有冇嘢？啊，做多一次啊，重下次啦，停企喺度，做多一次7 2 3 4 7 2 3 4 5 6 7 8 8 2 3 4 5 6 7 8，跟住退左腳，點右腳打一下，佢有個重拍最尾嘅，係咁多，全部完畢，我哋跳一次啊！